位剛才所見嘅唔係雜技表演噃，佢哋都係中山縣嘅普通鄉民。中山縣鄉民用單車載貨運物，一般嚟講都係比其他地方載得多又運得重，已經成為一個特色㗎啦。中山縣喺珠江三角洲下游，境內河流縱橫，水道交錯，係廣東省著名糧食產區之一。石岐呢個有800多年歷史嘅古老美麗城鎮，係中山縣嘅政治、經濟同文化嘅中心。石岐人民大橋係廣東省第3座大型雙曲拱橋，呢座橋起成，對溝通中山縣南北交通運輸有好大貢獻。1公里外嘅岐江橋係1977年1月通車。呢條電動開合式嘅橋梁，平時係行人，一到下午2點半鐘，條橋中間會升起，等大船出入。1個鐘頭後，又放返橋板落嚟。嗰陣兩邊嘅人車一齊湧過橋，見摩谷擊，真係水泄不通㗎。孫文路係中山縣一條主要馬路，亦係繁盛嘅商業中心。以前嘅讀書人靠考取功名做升官嘅捷徑，燕墩山頂嘅古磚塔就係象徵文人所用嘅毛筆。大概希望有咗呢支筆，鄉人就會得到科第功名啦。曾經有一段時期，山上亂草叢生，後尾海外華僑同當地人捐款闢為中山公園，又喺山上建成中山紀念亭，而家已經建設成一個遊覽嘅地區啦。石岐近郊嘅蓮峰山有個小型鹿場，係中山最近10年發展嘅4個鹿場之一。所養嘅係中國東北嘅梅花鹿，其中有啲係攞佢哋嘅鹿茸當藥材出賣嘅。
係咯，呢度係鹿茸嚟㗎，佢同鹿角有咩分別咧？嗬？鹿角同鹿茸生出嚟咧，整個就係角。佢一生出嚟咧，種嘅唔識得嘅咧就係角，但茸同角係有所唔同。大概咧喺茸喺初生開始至到成熟，大概咧就58天左右。呢就嗱，你睇啦，呢度成熟咗之後就已經過啦，硬化啦。但呢度咧一摘上去就軟啦。整段茸咧最好係邊度咧？一摘上去，齋上半截咧係最好嘅。但佢呢度嗱，你摸到呢度仲係軟㗎，揸得埋㗎，係啊，腍腍地㗎。係咯，我哋人食咗呢啲鹿茸啊，有乜好處啊？鹿茸一個咧抗生、補血、滋陰、補腎，好處就多啦。而家珠江三角洲一帶嘅水利建設都好有規模。再嚟石岐遠一啲嘅五桂山，1959年冬天又起成長江水庫，水庫可以灌溉農田，又能夠綜合利用進行發電同養魚添。石岐玻璃廠最突出嘅產品就係車花玻璃啦。佢哋嘅車花玻璃有20多年歷史。一般嚟講，就喺玻璃上邊車出圖畫花紋。呢啲圖畫花紋啊，究竟係點嚟嘅咧？嗬？嗰啲圖畫花紋咧，就係我哋自己啲工啊，自己設計㗎。我記得我哋生產啊，一般嘅品種咧，工人自己設計。嗰啲咧係比較複雜一啲嘅，就係我哋廠啊，技術人員同埋我哋工人一齊設計嘅。係咯，要做一件咁嘅產品，大概要幾多時間啊？大概要1天到咧。嗰啲嘢咧就比較複雜一啲，杯啊，一天咧大約生產1打嘅。咁啊，嗰啲咧係比較簡單一啲嘅啦，一日咧可以生產幾百杯嘅咧。幾百尺咁多㗎要？係，我見呢啲杯咧有2種花紋㗎，一啲係圓點，一啲一條線嘅，係咪做法一樣㗎？唔係做法一樣嘅，車就係一樣，跟住個石嘅構造咧就唔係一樣。跟住圓點嘅咧，用嗰嚿石要拼嘅，佢記得嗰嚿石咧就係要拼㗎啦。咁啊，嗰啲線條咧就要用尖石攞去車嘅，嗰啲葉都係用尖石攞去車嘅。係咯。睇嚟嗰啲工具似乎好簡單，但係其實佢哋嘅產品咧真係多姿多彩㗎。通常我哋去酒樓食飯，如果有乳鴿呢味菜，部長多數會講話係正石岐乳鴿。可能各處炮製乳鴿嘅方法都係大同小異，所差嘅就係乳鴿本身嘅品種問題啫。石岐乳鴿咧體型咧比較大，嗰個胸肌咧比較長，肌肉咧比較飽滿，嗰個尾油咧比較多油。所以上呢碟嚟呢，肉多好睇。由於嗰個石岐乳鴿啊，產響石岐啊，佢近港澳，又加上呢好多外國嘅華僑呢經常翻嚟，所以帶到好靚嘅品種。本地嗰個良種呢，經過咗外國嘅良種呢雜交，所以成為呢今天啊嗰個石岐鴿啦。咁飼養方法有咩特別咧？嚇，我哋養石岐乳鴿呢。開始呢管得起公乸呢自然嚟孵育，一到15天嘅時候呢，我哋加強嗰個飼料啦。我哋嘅飼料呢就以稻穀為主，加上一啲麥啊、豆啊咁樣嘢。特別呢20天嘅時候呢，佢就長育得特別快嘅，所以一直呢我哋呢用人工啊輔助營養餐俾佢食。一到25天呢有斤幾重啦，我哋可以上市啦。哈哈，咁睇嚟呢。我哋下次去酒樓食乳鴿啊，最好都係指明要石岐乳鴿啦。
珠江三角洲係魚米之鄉，附近一帶嘅人利用魚塘、河涌嚟養淡水魚。呢個地區一年四季都食到新鮮美味嘅淡水魚㗎。小欖鎮喺石岐西北23公里，當地人好愛好菊藝，因此小欖就稱為菊花之鄉。每當菊花盛開嘅時節啊，全鎮大街小巷處處都係繁開嘅菊花。而家呢個花園所種嘅菊花呢，只不過係啱啱栽植啊，一到今年嘅秋天呢，哇，啲菊花就靚啦。要培植一棵咁大嘅菊花，唔係簡單嘅事，要掌握到佢嘅生長規律同特性。再要精心栽植同管理，到夜晚就着咗呢盞燈，等棵菊可以繼續生長，唔俾佢休眠。農曆4月之前有花冧就要摘咗佢，等到9月至長花冧。如果一盆菊超過15圍以上，仲要2年多時間去培植添。菊花唔止話可以欣賞，仲可以加工製成各種食品添。將肥豬肉浸入糖漿度，然後猜落加咗工嘅菊花裏邊，就成為入口芳香馳名中外嘅小欖菊花肉啦。桃薇肉嘅製法同菊花肉一樣，只係唔用菊花而用桃薇花啫。另外，小欖嘅菊花酒、桃薇酒、桃薇蛋卷，亦係味道清香，好有鄉土風味。喺小欖嘅花藝園裏邊，仲培植咗多品種嘅雀藥。彩雀已經剪咗一次，而家係開第2次花啦。天山紅花又叫做倒吊金鐘，係由北方移植過嚟嘅。呢幾葵熱帶植物顏色真係燦爛啦，形狀各有不同，有成60-70個品種咁多。小欖鎮嘅園林仲培植咗各種類型嘅盆景、假山同花草樹木，美不勝收。所謂盆景，就係利用自然界嘅景物，經過人工嘅剪裁同砌作，成為大自然嘅縮影。呢棵九里香種咗有成100年啦。呢棵福建茶形態好有畫意，呢棵榆樹直情就係大樹嘅縮影。呢棵黃楊亦都好靚啊！漓江春曉就係桂林山水嘅縮影。狗仔山睇嚟都好似噃。估唔到南方都見到雪景嘅。而家小欖除咗種植各種花卉盆景，更加大規模飼養金魚同熱帶魚，遠銷國外。
運魚去外地，亦同其他物品一樣，要包紮裝箱嘅，個袋要入滿氧氣，咁多氣就夠啲魚維持30多小時啦。翠亨村喺石岐東南29公里，有103戶人家，好似中國其他大部分鄉村一樣，民風好淳樸。中山之所以出名，因為呢度就係中國一位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嘅故鄉。孫中山先生故居前面本來有一棵老榕樹，當年中山先生就坐喺樹下聽一位老戰士講洪秀全起義嘅故事。門口呢盞燈係中山先生為村民防盜照明而設，而家就只剩下呢一盞啦。孫中山故居幾個字係孫夫人宋慶齡題寫，而家周圍已經辟為文物保護範圍啦。水井嘅位置原本係1866年中山先生誕生嘅小屋，不過新屋落成之後，舊屋就拆咗。庭院裏邊嘅酸枝樹係中山先生1883年親手種嘅。過去嘅村民一向迷信風水，村屋門口一律向東，單獨中山先生選向西。樓有2層高，外形屬西式，內裏係中式，成為中西合璧嘅建築。屋內嘅家私擺設仍然依照中山先生生前嘅佈置。樓上嘅書房就係當年中山先生同好友陸浩東議論國事嘅地方。1893年年底就喺書台寫成上李鴻章書，提議改革。書房嘅牆上有中山先生年青時候嘅照片。中山先生雖然做過2任大總統同2任大元帥，但係未帶挈過一個兄弟姊妹或親友做官。喺呢度亦未購置過一啲家業，生活好樸素。故居後面嘅閘門上有一條裂痕，係中山先生年青時試炸藥炸裂嘅。村前嘅小蘭溪，中山先生幼年時好鍾意喺度游水、捕捉魚蝦。小溪旁邊嘅金檳榔山，亦係中山先生經常去斬柴嘅地方。而家修葺緊嘅陳列館係1966年起嘅，主要係為咗紀念中山先生100週年誕辰。有幾十年歷史嘅中山紀念中學，通去校園嘅道路兩邊都係林蔭，喺其中漫步，想起中國當日能夠幸免於列強嘅瓜分，實在係有賴於中山先生一生為救國而奔馳嘅成果。中山先生呢種以天下事為己任嘅革命精神，係令人肅然起敬嘅。